喺我哋裝修行業，有一個係雷打不定嘅三個定律。邊三個定律喺度呢？依家同大家介紹。第一個係價格，價格就會決定你嘅品質，品質出嚟嘅效果。但係效果出嚟效果需要到一樣嘢係價格。如果你想價格平，咁出嚟嘅效果就係簡單。加上一個價格就會決定咗一樣材料，咁出嚟嘅用嘅材料係咩呢？差。因為價格決定咗你嘅品質，品質決定咗你出嚟嘅效果，效果就決定咗你嘅價格。如果你想價格平同埋品質要好，跟出嚟嘅效果 OK， 咁你往往忽略咗一樣嘢係材料嘅環保同埋材料嘅重要性。差嘅材料經唔起風吹雨打，時間耐咗自然會脫落，或者係有任何嘅其他問題出現，你會需要到縫補補。如果又想價格平，又想出現品質，又想出效果嘅，現實中咧就冇可能。但係話講翻嚟，有一個地方有抖音，記得點讚關注哦。